Hello，大家好啊，歡迎返嚟跑馬仔講時事啊。早兩日颱風啊，大家喺屋企啊，可能啊覺得安全啊，又溫暖啊。但係啊，喺同一個風雨交加嘅夜晚啊，有人啊選擇將兩個無辜嘅生命啊，直接棄置喺荒山野嶺啊，任由佢哋自生自滅啊。同時，大家可能都記得前嗰排引起無數人心痛同埋憤怒嘅揭陽流浪狗媽媽旺旺事件，一隻原本對人類滿懷信任，最後竟然係落得咁悲慘嘅下場啊！今日呢條影片，我想同大家傾下呢兩件發生喺我哋身邊嘅事，點解喺同一個世界，有人可以冷血到將生命當做垃圾咁拋棄，但係同時又有人願意冒住風雨，伸出援助之手。生命教育同埋動物權益，究竟我哋仲爭幾遠呢？我哋先嚟睇下最近引起網民公憤嘅事啊！喺一個打風嘅日子啊，有個女仔行山嘅時候竟然發現咗兩隻被困喺山上面嘅貓貓啊！當時個天色係好差噶，風大雨大，而呢兩隻貓係明顯有人養過嘅家貓嚟噶，根本呢，佢就冇任何野外求生嘅能力噶。喂，大家試諗下，喺咁狂風暴雨嘅環境之下，你如果出街都會覺得好危險啦。但係居然有人專登將貓貓搬到山上邊遺棄啊！如果唔係呢位好心人及時發現冒住風雨將佢哋救翻屋企啊！呢兩隻貓貓嘅結局絕對係必死無疑嘅。咁呢個消息一出嚟啦，網民即刻鬧爆啦，即係鬧個棄養者簡直冇人性啊！打風先嚟棄養呢種人根本心腸毒辣啊！咁好彩嘅係啦，呢兩隻貓貓目前呢已經暫時安全啦，而救佢出嚟嗰個小姐呢，亦都幫佢哋呢尋求領養啊！希望呢，佢哋可以揾到一個真正愛佢哋，唔會再拋棄佢哋嘅歸宿啦。但係啦，並唔係每一隻嘅流浪嘅毛孩都可以咁幸運，可以俾人及時救起嘅。咁提到動物受虐待啦，相信好多人都會諗起廣東揭陽嘅流浪狗媽媽旺旺啊。旺旺原本只係一隻喺街頭求生存嘅流浪狗媽媽，佢性格好溫順，佢嘅 BB 仲啱啱出世咗2個禮拜咋。佢好努力咁樣做一個媽媽，保護住自己嘅骨肉，但係佢哋遇到嘅唔係善意，而係幾位惡魔無情嘅虐待同埋殘害啊！而旺旺嘅悲劇喺網上曝光之後就引發咗全球無數網民嘅極大憤怒同埋好傷心啊！咁世界各地嘅人發起悼念甚至喺紐約時代廣場嘅電視牆上邊投放旺旺嘅影像，幫佢發聲，要求重視生命，推動動物保護。但係更令人憤怒同埋無奈嘅係，涉案嗰幾名人渣因為年紀嘅問題最後只係去接受所謂專門學校嘅矯治係法律係制裁唔到佢哋嘅。呢件事留落嚟嘅係唔單止係對旺旺嘅痛心仲有目前嘅法律漏洞同埋未成年人嘅道德教育咁將兩件事放埋一齊睇啦，你會發現一個好強烈嘅對比一方面有少數人係對生命缺乏最基本嘅尊重無論係打風天將貓貓棄之不理定係對流浪貓狗進行呢個殘忍嘅虐待呢種將弱小生命當係玩具隨意棄置嘅態度反映出嘅係生命教育嘅嚴重缺失如果一個社會教唔識年輕一代去尊重弱小咁樣呢班人大個咗就隨時會係呢個社會嘅計時炸彈咁另一方面啦，我哋亦都睇到人性嘅光輝嗰位喺打風天救貓貓嘅女仔啦，
全網為旺旺聲援嘅人啦，佢哋用行動話俾我哋聽，善意同埋共情能力啊，先係文明社會啊最寶貴嘅價值啊！但係單靠市民嘅善良同埋義工嘅熱血係遠遠都唔夠㗎。無論喺香港啊，定係其他地方啦，我哋都需要更加完善嘅動物福利法案啊！應該加重對虐待、棄養動物嘅懲罰，唔可以再俾呢啲咁嘅冷血行為啊，零成本啊！最後啦，我想同所有考慮養寵物嘅朋友講一句：寵物呢唔係玩具啊，更加唔係一時興起嘅裝飾品啊！佢哋識痛啦，有感情啊！一旦啊你決定帶佢返屋企啊，佢嘅大半世啊就得你啊！無論病、搬屋定係面對風雨，請你記得咧當初嘅承諾，養佢咧就請愛佢一世。如果你身邊有朋友想養寵物，亦都鼓勵佢哋以領養代替購買，正如嗰兩隻喺颱風天被救返嚟嘅貓貓一樣，仲有好多等緊一個屋企嘅毛孩，淨係等待緊一個改變命運嘅機會啊！咁喺呢度咧，亦都希望旺旺嘅悲劇唔會再發生，亦都希望每一隻喺風雨中受苦嘅毛孩都可以遇到願意伸出援手嘅人。記得 share 我條片，訂閱我嘅 channel，俾更多人關注呢個議題。我哋下集見，拜拜。